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凡飞。最近健身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流行，台北市政府也推出了2024年 U Sport 台北乐运动，只要是23岁到64岁的市民，可以登记获取限量4万份的1500元运动抵用金，共有超过100家的公民营业场所参与活动。另外也推出价值200万元的好康抽奖，希望鼓励市民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 好，美女朋友们，赶快抓紧手心，帮我们捕捉一下这个运动 pose，3、2、1，好。台北市长蒋万安跟着运动网红一轮做出运动姿势，推广养成运动好习惯。台北市政府延续之前好评，今年再推出 U Sport 台北乐运动计划，落实整座城市都是我的运动场理念，打造运动之都。那去年9月，我们开始试办3个月，那这当中确实有很多民众有很正面的反馈，累计有2万多人申请，而且我发现统计有6个市民朋友，他几乎是全勤使用超过了90次以上，有1位真的是全勤，等于几乎每一天都进入运动场馆，使用 U Sport 然后在运动，所以我想最重要，我们把去年3个月。 我们来自各界的反馈意见，我们把它做了一个汇整，所以在这一次我们全面的检讨以后，全新的 U Sport 台北乐运动提出，而且升级，最主要有3个大家可以知道的重点：第一个乐起点，第二个加码送，第3个好康抽，起点，然后加码，然后再来抽奖。 那这3个方案，等一下我们都会有一个详尽的说明，让大家更加的了解。那我想重点是，我们这一次希望让市民朋友更方便、简单易懂的方式来使用我们的 U Sport。那另一方面，我们也特别有专属的 APP， 所以从今天下午2点开始，大家就可以下载，然后直接透过简单的界面就可以申请，就直接取得。 包括累积5U币，或者是马上取得抵用金1500元。那我想这些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台北市规律运动的人口比例能够达到40%。目前我们还差一点点，虽然目前我们已经大概38%多39%，还差一点点，但是我们已经是6都第1。 那我们很希望能够持续的推动整体的运动风气，让不同的年龄层大家都能够享受运动的乐趣。那另一方面，我们除了推动台北乐运动 U Sport 这样的方案以外，我们也持续的推动相关硬体的建制，包括上个星期我也才到士林参加我们目前规划台北跃动馆，就是跳跃的跃，跃动馆。 就是台北运动中心的2.0概念，但我们取名叫跃动馆，已经盘点了9处，未来我们将新建跃动馆。那里面当然除了基本的综合场馆，也是篮球、排球、羽球以外，我们还有包括体适能中心，就是健身中心，然后还有各项课程教室等等。另外，我们规划9处，每一馆一特色，包括士林。 我们去的客强游泳池未来改建以后，除了这些既有设施，我们还会规划在当地，客强的运动馆，我们会有儿童的体适能中心。另外，其他几处我们规划包括室内射击还有三铁的训练中心还有水上运动，还有草地上运动，还有匹克球等等。我们希望从既有设施再培养各项。 有潜力发展的运动项目。那另外，去年底大巨蛋的正式启用，大家也看到带来很多的相关效益。目前我们举办的不管是亚锦赛，还有今年初的日本读卖巨人前来，以及中华职棒的开幕以及接下来还有很多场职棒赛事，其实带动的不只是我们市民朋友可以更近距离、更好的体验来欣赏棒球赛事。 我们带动整体的经济效益以及地方经济的活络，所以很多推动
全民运动的政策一一的上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运动，而且就如同我们这一次台北乐运动的一个宗旨，动越多，赚越多。所谓赚到的不只是你的 U 币可以去使用，去买商品，可以去免费使用运动场馆以外，更重要是赚到自己的健康。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很感谢每一位协助这项全面提升政策的伙伴，让我们 U Sport 台北乐运动能够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市民朋友面前。那未来我们会持续努力，也希望在整个上路之后，市民朋友可以给我们各项的反馈，我们会滚动式调整，让它做到更好。希望很快可以达到归类人口比例超过40%。除了抽抵佣金，民众到运动场所运动还可以累计积点，额外再获得 U 币，动越多赚越多。次数达标还可以参加8月及12月会推出的好康抽奖，有机会将电动机车、脚踏车、运动手表、相机等好礼带回家。记者翁俊台北报道。由台糖公司新建的台南崇贤银发住宅荣获台湾净能节能建筑铜牌奖。为了提供给长辈高品质的居住服务，规划寻觅专业的业者经营，同时考虑到减轻业者初期的投资，台糖将1年租金调整为2500万元，而且祭出第1年打8折，第2年9折的优惠，希望吸引优秀的团队进驻。因应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社会，由台糖公司选在邻近东区巴克里公园新建首座的银发住宅，总共110间，包括7间店面，日前首次对外公开。因为当初规划有与成大节能做技术性的合作，因此还荣获台湾净能节能建筑的铜牌奖。这个案子它的总间数是110间，那总共有103间的住户，7间的店面。那我们这个案子公设比高达50%，然后那也有针对在节能的部分，有跟国立成功大学这边有做一些技术性的合作，那也获得台湾第一个那个近邻节能建筑的铜牌奖。那其实它节能是有一定的效益。那等一下带大家进来做一个参观。那我们这边它比较具有特色的是，它针对老人的部分，它有做一些温度环境的控制。因为正常55岁以上的老人，我们叫壮族，他的体感温度较正常人，他有1.5度左右的一个落差，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有跟成大这边有做一些技术性的合作，它的空调会随着外面的温度环境去做一些系统设定。那如果外部环境过于不好的时候，像系统里面也会针对甲醛、悬浮微粒子，会跳出系统警戒，通知住在里面的住户居民。然后告诉他们说，现在环境适不适合外出？那等一下各位进入里面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件事，这个案子的风场会特别的舒服，因为这个案子的风场有特别做过模拟，在夏天的时候，它也是非常的凉爽。该住宅因为临近东区文化中心与巴克里公园，房型有套房、1房与2房等多元房型，并附设多功能活动中心、健身房与中庭户外空间，生活机能相当完善。台糖公司预计委外招租，希望引进专业的服务团队，共同创造银发友善的居住环境，早日提供有需要的长辈进驻。记者李云根台南报道。国际知名的订房平台最近调查公布亚太地区国家最便宜好玩的8座城市，高雄市成为全台唯一的入榜城市。除了有山海河港、都会与城乡、多元族群文化等丰富的观光资源之外，也有便捷的交通方式，让许多海内外的旅客愿意一来再来体验高雄的城市魅力。最近，国际知名订房平台根据廉价平均住宿费，公布亚太地区国家最便宜好玩的8座城市，其中高雄市就入榜成为全台唯一上榜的城市。高雄具有丰富的观光资源，除了让各国旅客和外县市旅客都趋之若鹜外，便宜的美食与住宿价格也让游客愿意一来再来。我来过高雄3次，
我觉得这里的酒店的房价台北跟台南的便宜很多。然后吃那个晚餐的话，当然比较高档一点点的，也比较香港便宜。蛮喜欢高雄的，因为天气来说呢，我觉得也是最舒服一点。和昨天去台南，哇，好热呀，热死了。但是高雄这边，尤其这边海风呀比较吹，这里和台北比，好像高雄更 cost less。住宿真的很便宜啊！我们昨天住青旅，一个晚上才不到500块。就觉得怎么可能在台北？怎么可能？对。我觉得小吃类应该都算就是 CP 值蛮高的，就是台北比较难找到好吃又便宜的小吃。高雄市近年来也积极进行景点和交通的便捷与优化，让海内外旅客能轻松抵达各个景点。无论是来自哪里的旅客，都能够轻松透过大众交通运输直达目的地，让外县市的旅客也愿意选择高雄作为旅游景点。徒步就可以玩很多地方，不需要说你还要坐捷运啊。重点是北部捷运人真的很多。超级高捷是蛮舒服的。我觉得因为我是台北来的，然后台北来高雄会觉得交通很直觉，就是捷运系统做得很好，然后轻轨也是，就是你光看那个图你就知道你要去哪里，你要怎么做，然后所以是一个很舒服的玩的体验，然后城市里面也蛮方便，然后像我自己就蛮喜欢駁二这一带，因为就觉得有点像台北的华山松烟，但是却又在港边，所以就是另外一种很棒的感觉。来高雄观光旅游 CP 值爆表，而且高雄市是全台唯一一个入选 Agoda 平台亚太地区便宜又好玩的城市。来高雄不止好玩，住也便宜，最重要的是也很好吃。所以高雄在地有非常多的美食小吃，也包括米其林跟必比登，非常欢迎大家来到高雄旅游，因为高雄是全台第一好吃又好玩的城市。未来观光局会更积极推动旅宿资讯透明化，让海内外旅客有充分资讯选择合适的饭店，更要让各地旅客到高雄观光旅游，同时享受高品质的贴心服务和旅游体验，致力于打造让海内外旅客安心、安全及物超所值的住宿服务。记者朱敬伟、王仲凯高雄报道。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为了响应爱护环境的理念，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特别在地球日当天到水族馆参访，与青埔国小的学生一起参加海洋教育的演示课程，并且宣布凭桃园市民卡就能享有参访的优惠，希望透过公私协力培养下一代永续利用、爱护海洋与环境的观念。跟你们制服颜色一样啊，我觉得很像。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拿着小丑鱼的图片，和青埔国小的学生进行问答，考验大家的海洋知识。为响应4月22号世界地球日，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特别在22号当天来到 X-Park 参访，与青埔国小的学生一起参加馆内的海洋教育课程，并称赞馆方和市府设立海龟救伤中心1年来的成效，希望透过公私协力，培养下一代永续利用资源、爱护海洋与环境的观念，发扬世界地球日的精神。去年在张善政市长的见证之下，X-Park 成立了海龟救伤中心，那这一年也有非常多的成效，所以 X-Park 除了是我们的海洋环境的捍卫者，也是海洋生态教育的倡议者。那有非常多的工作，我们把环境教育融入在水族馆里面，那对于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桃园市政府这边在地球日的这一天，特别结合观旅局和环保局和 X-Park 一起合作，一起来倡议身体力行结合旅游跟教育的新生活，希望越来越多人能够重视海洋环境，从源头就减少塑胶的使用，那才是真正的守护我们的海洋环境资源。事实上，地球70%的面积为海洋，因此保护环境，尤其海洋环境十分重要。青埔国小的学生也分享当天参加海洋教育的心得，有人分享在展场所学到的生态知识，惋惜没能看到夜行性生物；也有人分享学到不要污染环境，不要乱丢垃圾，共同来保护地球。里面有介绍到有一些的动物，鲨鱼是晚上才会出来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没有看到晚上会出来的动物，因为其他晚上出来动物都在旁边睡觉，所以因为它晚上动物都会躲在岩石里睡觉，所以我们几乎很难找到。然后还有一些鱼群是会一起玩耍，然后还有一些
岩石会冒出一些水泡。学到了一些动物，然后它的习性是什么？看到了一些其他的海洋生物，就是要保护地球，不要乱丢垃圾，然后不要污染。除了持续推动海洋教育来响应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外，当天馆方也和市府共同宣布，4月30号开始，凭桃园市民卡购买 XPARK 门票，可享9折优惠，最多可一次购买5张票，希望能带动在地观光发展，也让更多人能透过水族馆的油气研究保育教育的功能，学习到更多爱护海洋知识。记者刘婷台湾报道。净零碳排已经成为国际趋势，2026年欧盟碳关税也即将上路。为了协助企业因应未来的挑战，台北市政府创全国之先，设立了节能净零辅导团以及产业节能净零咨询柜台。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净零碳排不只是企业的转型，更是一项商机，希望产业界可以把握这项机遇，公司部门通力合作，顺利完成净零转型的目标。共同的一个咨询柜台。那我们现在当班的就是我们第一手的所长陈彦豪陈所长，所以未来的话，包括我们预计也会有座谈。台北市长蒋万安坐在柜台前进行咨询。这个位于联合服务中心的59号柜台，是台北市政府新设立的产业节能净零咨询柜台，将由台北市政府筹组的节能净零辅导团派专人进驻提供咨询。主要就是协助企业因应净零碳排的国际趋势，做好企业转型与产品因应。特别针对2026年欧盟马上要实施的碳边境的机制调整，也就是 CBAM， 它在接下来要收取碳关税，而且针对6项碳密集的产业，包括钢铁、铝、电器，还有水泥、化肥等等，这6个碳密集产业。要优先课征碳关税，所以对于我们的产业，我们必须要提早做好因应。蒋万安表示，台北市虽然以服务业居多，但仍有超过500家企业属于碳密集产业，因此已经在2月通过台北市净零排放管理自治条例。另外，针对台北市碳排放比例，在建筑及交通等部分都有相应的政策与措施。台北市，我们优先全国先提出了净零排放管理自治条例，主管机关环保局，那在今年的2月，我们正式通过中央的核定，所以未来我们已经拟定相关的核心目标，而且我们各局处大家都必须共同来努力。所以刚刚谈到，不只从个人开始，环保局已经规划很多的这个政策，一一的都会推出。另外，我也跟大家分享，在台北市，我们相关碳排的比例，75%是建筑物，15%是交通，剩下5%左右是废弃物的处理。所以未来包括我们都发局也都已经针对未来新建建物相关的建材，要求一定要符合相关的这个节能项目。这个我们都会在今年完成法制化。另外，台北市与邻近新北、基隆、桃园等县市也联合推出1200元交通月票及减碳存折计划，鼓励市民朋友一起加入节能减碳行列。我在行政院会第一个举手发言，希望能够跟中央一起来推动120元交通月票，去年7月1号正式上路，也得到很正面的回响，就希望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那在今年开始，台北市我们也再次邀集邻近的县市来推出我的减碳存折，由所有的市民朋友透过台北通登录悠游卡，就可以记录每天不管搭乘捷运、公车、骑乘 U-Bike 所累积的里程数，转换成你每天所减少的碳排。我们希望透过鼓励的方式，让每一个市民朋友从自身做起。台北市产业发展局方面表示，产业节能净零咨询柜台将由绿基金会与台积音院派员在每周3提供产业节能咨询，
每周5提供产业近邻咨询等服务，欢迎产业界多加利用，在专家协助下，顺利达到近邻转型的目标。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高雄的大林埔迁村案延烧将近20年，还有很多环节都还没有共识。有当地农民向高雄市议员陈丽娜陈情，担心迁村后没有了农地会影响农民的资格身份，也认为征收补偿金过低。陈丽娜在议会质询时提出，希望农业局以及海洋局针对迁村的农地以及渔船的征收等补偿收购办法多加和地方沟通，不要让迁村民众的权益遭受2次的损害。针对大林埔迁村户中，有当地农民向议员陈情表示，农地征收价补偿金额过低外，同时也忧心农民资格身份在迁村后将遭受剥夺。高雄市议员陈丽娜对此在议会部门质询时，希望市府农业局改善修正，同时向地方乡亲说明相关权益，不能因为迁村导致权益受损。农地的价格会依照实际状况去做查估，林园周遭的这些农地一定是市价加4成。一定是市价加4成，对，市价加4成，所以你没有算嘛，副局长。如果你去市价加4成，你就知道现在是多少钱。我就跟你讲，3万再加4成，4万2嘛，是不是？然后呢，隔壁的农地现在是1坪卖6万8嘛，就最近这交易最近的价格啊。那所以你一看，人家不用加4成就比你高了啊。那现在呢，农民呢迁村之后产生一些农会资格、农民资格的问题，那所以也导致了这一次的迁村里头，很多的农民现在是人心惶惶。那现在呢，政府给承诺说要给3年的时间，就是说等于他保有资格可以保有3年。那这对很多的农民来讲是非常的不公平的。譬如说他迁村之后，他怎么样再去觅得一块适合的土地，在他的居住地方便去做耕作的，这个政府要负很大的责任呐。那他是不是可以找到合适的？那后续不是只有他耕不耕作的这个事实而已，他可能相对的，他比如说以往他已经进行了20-30年的一些保险的部分，都会相对的受到影响啊。那如果他不是满65岁以上的这些农民的话，他后续的整体的这个农会的会员的资格就会受到3年后就受到影响了。另外，陈丽娜也建言市府海洋局登记为小港级渔船，在红毛港迁村后，又面临大林埔迁村的大林埔渔民，渔船进出和实际作业都就近在凤鼻头渔港，但迁村后，多数将不再继续从事捕鱼，渔船理当列入征收范围，市府应该修订办法，保障当地渔民权益。我觉得里头有很多都是2次迁村的人，就是以前曾经是红毛港人，现在变成大林埔人，他接受了第2次的迁村，但是呢，他的渔船到最后希望能够被征收掉，但是没征收掉。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如实的呈现这个状况，不要让真正的有作业的这一些渔船想要最后被政府征收，没办法征收，好不好？因为当时有红毛港迁村，红毛港迁村有一些没有被征收的渔船，它是来凤鼻头渔港做作业，就是它是从凤鼻头渔港出海的。结果这些呢，它的船籍是在小港渔会。就是在临海新村的那个那个港口，结果因为他迁村的时候，他就搬到大林埔来住，所以呢，他就近出海。那现在呢，因为他又要再次遇到2次迁村嘛，所以呢，他这些船他将来就没有办法再运作了。那他认为就说政府应该要征收掉他的这个渔船才对，这个大概有26艘，像这样子条件的有26艘。那反倒现在中央政府决定说不征收的原因只因为它的船籍不在凤鼻头渔港。那但是问题是，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到临海新村的渔港去做作业了。第一就是他不住在那附近，第二就是那边现在船只的这个状况根本容不下他。陈丽娜议会质询时也提到，去年旗津海域遭受沉船油污的影响，至今依旧有油泥在海滩上，要求市府单位详查来源并尽速处理，避免玩水的游客沾黏到，产生对旗津海域的不良观感。记者李嘉龙高雄报道。台南香科年热闹滚滚，雪甲乡、麻豆乡、西港乡将先后登场，但受到少子化的影响，雪甲乡唯一用人力抬杠的蜈蚣阵险些凑不齐开天窗。另外，麻豆乡宋江镇仅限男性，训练非常辛苦，最后开出了1人2万元的训练金征才，才找到人手开练。国定民俗雪甲上白教年年举行，当中蜈蚣阵仍以人力方式扛行。
绕境时，神童会沿路撒糖果和红包，别具特色。不过今年一度传出神童凑不齐的情况，且3天的大绕境都是上班日，人力更加吃紧。拄啊好拄到专线讲咧考试啦，就客家地区或者是有配合客家地方的需求吼，啊有提早考试，一个囡仔拢爱交3万块的费用啊，因为这3万块是要互迄个请迄个更改的费用啦。现在请12个，较早迄阵因叫进前，迄差不多38个，就咧更，就会当更啊，进来228个。啊，所以这更工的愈来愈歹请。西港庆安宫的西港乡将在5月登场，以文武阵头闻名。白鹤镇、金狮镇曾在国庆大会表演，但受少子化的影响，招募团员有一定的困难。真困难吼，不过呢，阮的参加挂乡庙宇的这主委啦吼，拢是去互万人吼，想尽办法，吼来招募更较侪人吼，来参加阮的文武艺阵，互咱这个240档的传统吼，卖来安尼长去。而麻豆乡的宋江镇因为训练辛苦，所以以男性为主，庙方特别开出训练奖金2万元，最后总算招满出阵所需的50人。昔日强调运动健身又能服务神明的活动，也不敌缺工浪潮，只希望传统文化能延续下去。记者邱怀谈的报道。成军2年的八德国中女子拔河社团日前参加113年花莲太平洋杯全国室内拔河锦标赛，勇夺国中女子组全国第3名，不仅突破过往卡在第4名的枷锁，还差点打败强校神盾国中，让同学们都很振奋，直呼辛苦有了代价。教练也称赞同学们都是从零开始练，能有如此成绩十分不容易。目前队伍也正在积极备战5月的教育杯全国赛事，希望弥补遗憾，拿到更好的成绩。八德国中拔河队加油！由队长带头喊声，成军2年的八德国中女子拔河社团日前参加113年花莲太平洋杯全国室内拔河锦标赛，勇夺国中女子组全国第3名，突破过往最佳纪录十分不容易。尤其干部们都对差点打败强校神盾国中感到最为遗憾和津津乐道，而苦练2年终于拿下这好成绩，让他们也勉励学妹们继续吃苦耐劳，精进自己的实力。对神盾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赢过，但是在那时候全国赛，然后有赢掉1局，但是后面就可能3番输掉，就觉得很可惜，就明明可以赢的东西，为什么会输掉？我觉得我们进步很多，就从之前可能连一局都没办法赢的，然后到现在可以进一步击败更多很好的选手，继续加油，不要放弃，然后坚持到底。大家所有的动作都有到位，我觉得蛮可惜的。我们其实可以赢的，只是输在3番。希望5月的教育部，我们可以一起帮教练完成心中的愿望，然后可以拿下好成绩。由于八德国中体育班已剔除拔河项目，目前拔河队是以社团的模式在营运，因此教练也称赞队员们从零开始练到现在都没有放弃，还拿到这样的好成绩，十分厉害。接下来也会帮助队员们调整状态，备战5月的全国杯赛事。因为我觉得有兴趣，就是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想要尝试看看。有想过放弃，但还是因为教练的用心，然后留下来，很开心，就是努力那么久，然后得到这么好的成绩。对，因为我们第1场预赛对到神盾的时候，我们是第1局是我们预赛有2局，然后我们第1局是用全胜的方式把它赢下来，第2局是已经拉过来一半了，然后后来又3番输掉，对，就蛮可惜的。我觉得比之前好很多，因为在我们去年12月全国赛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去年开始都有一直去景美女中异地训练，然后借由就是跟别校交流，然后让他们进步，所以我觉得这次3月的比赛他们成长很多，
他们都是国中、国一进来之后，然后就是我们再去招他们进来拔河队，然后他们其实全部都是从零开始，一定会比较辛苦，是因为他们练习的时间都必须从下午3点放学，3点45放学之后，然后练到6点，然后再利用假日的时间来训练，所以相对当然会比较辛苦。可是他们这群女生真的还蛮吃苦的。成军2年的巴德国中女子拔河队队员们非本科出身，却能拿下全国铜牌，十分厉害。校方也期盼师生们再接再厉，为5月教育杯全国赛事备战。巴德国中拔河队，加油！记者婷台报道。现在物价上涨也影响到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基于健康平权，希望让小朋友吃得健康、吃得饱，高雄市政府调整国高中以及小学的营养午餐补助，由原本的2元调到4元，总共增加市府1亿5千万元的支出，希望可以提升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满载食材的餐车一早就到学校的厨房卸货，厨工立刻进行料理，要给学生吃的午餐。不过现在物价上涨，各项食材也变贵了，学校也感受到团膳厂商采买食材的压力，而调整学校午餐补助确实有助于厂商采买更好的食材。因为现在物价通货膨胀，所以呢有些东西开始涨价，涨得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呢，今天把这个费用调高，让学校在操作面更好操作。物价确实是有上涨，那其实，但我们学校确实对这件事情还管控得很严格。厂商在营养的部分还有菜色的部分都相当的注重，也很均衡。在高雄市长陈其迈的指示之下，将学校午餐加码补助，从111学年度起，每个学生每餐补助2元之后，调整提升为4元，合计补助经费增加到1亿5千万元，并且从113学年度开学后开始实施。基于健康的平权，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小朋友不仅能够吃得健康，那也能够吃得饱，所以这一次。我们从111年这个调高2块，那到今年的9月开始我们再调高2块，就总共是4块钱那这样大概市府要增加1亿5千万的这个支出。高雄市学校午餐基准费都是每2年进行检讨调整，这次是参考消费者物价指数和基本工资等因素下，为确保学生用餐品质和兼顾团膳业者合理成本，由市长陈其迈亲自拍板调整补助费用到4元。因为现在物价也在上涨，所以随着这个整个物价上涨的这也应该要做一些调整了，来照顾我们的小朋友那所以国小大概会增加到46块国中应该是49块那高中应该是51块。教育局在这方面也有一个正负的一个认举可以调整。那学校会根据市面上真正的物价来做调派，就是让大家都能接受，大家都能够做下去。那以学生的食安还有吃得饱、吃得好为主要目的，可以让孩子呢在上课之余念书，还有活动之余，可以呢有更多的营养补充的一个经费。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用脑力也用体力，又是成长发育的阶段，营养更需要充足和均衡。在物价上涨之下，市府补助学校午餐费用，提升品质，将可以让学生吃的营养又安全。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前民众党发言人杨宝珍现身基隆市府，由基隆市长谢国良宣布，杨宝珍将担任基隆政策推广大使。谢国良表示，将借重杨宝珍在年轻人以及网络社群的影响力，为市府的政策加强网络宣传的力道。大家就这一段时间来一直不断的关心，然后甚至很多的鼓励，一直问我说什么时候要复出这样。前民众党发言人杨宝珍和基隆市长谢国良一起现身，正式宣布杨宝珍将担任基隆政策推广大使。
我相信现在北基桃已经是一个大的生活圈，那本身这4个县市政府其实也都是有相关的一个合作的平台哦，所以我相信其实未来的整个合作还有相关的一些连结，其实非常非常的密切的。也因此呢，最后来到这个基隆，希望未来不管是在对于儿少处可能有一些妇幼的或是儿福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可以有所发挥之外，未来当这个市政府这边有其他的一些政策想要做更多的推广，那我这边也会去透过不同的一些媒体平台，然后包含在网络社群的部分，也都会来进行一些推广，那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来认识基隆这一座非常美好的一个城市。我虽然这个平常住台北哦，但是因为我这个也很喜欢来基隆看海，然后还有逛这个庙口夜市。其实我觉得基隆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城市，而且它相对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的观光景点。它在年轻人的领域在妇女儿少的领域都有很多的好评。那他自己的 IG 社群媒体也是我们这个目前没有办法去达到的这种影响力的这种程度，所以我相信有他来帮我们推广我们目前已有跟未来要推出的一些儿少妇女的市政工作我相信是绝对有很大的帮助。今年2月，杨宝珍辞去民众党党职，在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居中牵线下，杨宝珍决定和基隆市政府合作。其实主席他在4月初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那他其实也是表达非常的支持，那他也认同说，我接下来在市政相关的一个宣传的领域也可以有所发挥，所以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支持的。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其实基隆本身已经算是蓝白合了嘛。因为我们的副市长，其实我们的邱副市长呢，他也是民众党党籍的，所以其实大家本来就认为基隆有点算是这种蓝白合的一个示范区，所以我过来其实并不像外界所说是不是跳船或什么的或跳槽，其实我现在也还是民众党员的身份哦，所以我相信未来在政党之间，如果可以去降低对立，然后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对话，然后跟合作的管道，我相信这应该也是多数民众乐见的事情。基隆是一个我就觉得打造友爱城市这件事情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希望看到，因为其实过往我都觉得在政治圈太多的肃杀之气了，所以如果真的在市政方面，然后甚至可能在一个城市的宣传方面，我们可以散播更多的爱跟温暖的话，其实这是我非常非常希望看到的事情，所以我也最后决定来到基隆这边来进行一个合作。那至于说是不是未来选议员的话，我觉得现在可能距离选举期间其实都还有一段时间哦，所以可能现在谈都有点过早。那我现阶段就会先把基隆的这个政策推广的部分先把它做好，全力以赴。杨宝珍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不同媒体、社群管道宣导和推广，更多散播爱和温暖，让大家看见基隆的多样风貌。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高雄轻轨在今年1月成员之后，3个月内就陆续发生13起的误闯事件，导致大众对轻轨标示的改进修正声音不断。高雄市议员郑梦如对此在议会质询时，要求市府交通局尽速改善，特别是夜间的标示，好让往来的驾驶可以清楚辨识。在今年元旦期间，高雄轻轨成员并正式营运，但汽机车误闯轨道事件也跟着增加。尤其是在夜间视线不佳的情况下，3个月内就发生13起。高雄市议员郑梦露对此在议会质询时提到，轻轨大顺路段标示不明，加上夜间灯光不足，很容易造成民众误闯进轻轨轨道。路就是我们称为它是在中央分隔的2侧嘛，所以本身转向的问题，如果说你没有照规定左转的话，就很容易进入轨道，这是一个。那另外就是说，刚刚议员提到夜间的部分哦，那其实我们会跟捷运局建议。我可以发现说，在这几起的事故案件里面，其实几乎都是晚上，那或是傍晚的时段，所以其实在视线不清楚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说他们误闯到我们的轨道区。那当然用路人的使用习惯很重要哈。如果说他今天在开车的部分哈，
他习惯切西瓜或是怎样的一个方式，都有可能也会导致这样的状况发生。可是我们应该是要避免这个状况去发生啦。例如说，我知道那边有个分隔岛，我不可能切西瓜进去撞分隔岛，所以我觉得交通局要把这个环境建制好是很重要的哈，让人家知道说这也是轻轨的轨道，所以你如果一个开不好，你可能就会不小心切进来了。郑梦路建议，道路分线可用颜色导引或加设照明标示，降低民众误闯轨道事件的发生。郑梦路在质询时另外提到，高雄车站内捷运商圈招商出现停滞，并有大量娃娃机台进驻，要求市府改善并修正招商计划，才不致让后续的黄线捷运招商重蹈覆辙。我们很希望说这边的商圈地下街可以去复苏，但是我们的招商却不如预期。那我也在疑惑，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问了店家才知道说，因为我们的通勤人数虽然很多，搭捷运、搭轻轨的人很多，可是问题是没有人会在那边久留客人留不住。那或者是说，在我们的前面是 Animate， 后面的话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后面的店家所以其实跟我们的这些餐饮业者如果说餐饮业者在里面卖的话他们甚至是没有办法卸货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也不能叫外送不能去处理外送的单子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导致商家他经营不下去的原因啦。如果我们照这样的模式盖捷运黄线，那坦白来讲，未来的捷运黄线的这个地下商圈一样也会面临空租的问题。对于演唱会持续在高雄发烧，但带进的消费流速人潮对比疫情前还是有落差。郑梦路建言，市府单位应该多加和主办方沟通讨论，创造出歌迷粉丝的追星足迹，让演唱会开唱的会前会后，明星偶像所留下的发烧话题转化成为地方观光亮点。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选秀出身的实力派歌手郭忠佑、杜新田日前来到创世基金会台南安养院爱心献唱，除了给安养院带来热闹的气氛之外，同时也帮忙宣传创世基金会的园游会，号召更多的人一起来做公益。创世基金会台南分院每年都会举办公益园游会，但之前因为疫情的原因，曾经暂停了2年。现在疫情趋缓，活动决定再次起办。创世台南分院为了向市民大众报告这项活动，在宣传记者会上邀请了许多爱心单位来协助宣传，甚至连歌手也一起来献唱力挺。这是我向来对你的思念，请你长的时间，我有我坚持一个人，所有的困难我家己承担，无需要人知，就用心认真对待，面对空空有的路途，不惊阻碍，用青春换最爱，用真心陪伴你看世界。去年10月份在台南这边录综艺大集合的时候，就是可乐他们有来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啊，对，然后就是因为那一面之缘嘛，他这次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我当然就义不容辞，因为平常就很喜欢，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大哥瓜哥很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非常踊跃支持这么有公益的、这么有爱心的活动。那4月27号当天呢，我跟忠佑也都会一同到园游会的现场，那唱歌给大家听。那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到现场来听歌，然后一起。刚刚有听到有很多好吃的、对，好玩的、好喝的，对，然后也一起做公益。除了演艺圈的朋友现身力挺，长期帮忙的上沃企业也现场捐出10万元，帮助创世的安养服务。那我们这一次上沃社摊的义卖比较特殊哦，我们有很多的家电，还有很多的宝贝，然后那些就是由我们的民众价格自己定。如果你喜欢，就把你想要的东西就带回去了。好，那当然我们会把所得一切都捐给创世基金会。另外，台南华裔扶轮社长谢新慧也带领社友一起来关心，同时更捐出8万8千元，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人一起来参加创世园游会。我们华裔扶轮社的话呢，社友都很支持这个创世基金会的一些活动跟建设所需要。
所以呢，这个原油券这边的话呢，我们华裔福人社的话呢，就一起捐助一个88000元的原油券。太棒了！现场就捐赠88000元。创世基金会爱回来公益园游会4月27下午2点将于小北成功夜市广场举办，当天会有80到100摊的爱心摊位参与。不但好玩又好吃，而且更具关怀的意义。创世台南分院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公益。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这几年，私厨私房菜在台湾的外食餐饮市场蔚为新时尚，甚至成为高档餐厅的代名词。在基隆有业者看准基隆港的邮轮商机以及新鲜直送的优势，在基隆港边开启一家私厨铁板，采取预约制来保存新鲜的食材，让想吃好料的饕客不用跑到台北，用1半的价格就能享用顶级的铁板料理。北海道生食级的干贝在铁板上蒸得吱吱作响，表面煎到金黄色，上桌前用南瓜酱当基底。因为一般外面市面上的海鲜，就是比较冷冻的，那他们的是新鲜的海鲜，然后吃起来是很 Q 弹，肉质是很 Q 弹的。而活生生空运来台的南非鲍鱼放在铁板上，先盖上北海道昆布，撒上海盐，用锅盖焖煎，让鲍鱼的鲜度、甜度再升级。大小哥，我们是以昆布去盖，然后用海盐去焖大概12分钟，看大小颗不一定啊。有的时间快一点，有的时间慢一点，时间要掌控得好。刚煎好的鲍鱼淋上香槟松露白酱，搭配台湾珍珠来点缀，让每一道铁板料理变成是艺术品。让我们感受到非常的新鲜，然后尤其现在食安问题嘛，我们其实可以在眼前看这种食材现煮现煎的话，我们吃起来比较安心这样子。所以说，像我们店里啊、尾牙或春酒，我都会推荐给我身旁的朋友们一起来吃这样子。然后再搭配我们的香槟白酒酱跟松露，然后我们特别一点，我们自己有创新，有加那个粉盐，粉盐可以试试看，味道很搭，有鲍鱼也有珍珠奶茶的味道。有顶级的新鲜食材，当然也要有老经验的铁板师傅做料理。从水族箱内捞出活生生的大明虾，每一只都比手掌大，铁盘上煎到金黄色，最后搭配蜂蜜芥末酱，美味加分。都还蛮艺术的。过去我是都在台北吃，没错。那因为基隆现在有这种价位的餐厅，我会考虑留在基隆吃。一般在台北之后，我们都是几乎，因为你也知道现在的明虾它的量很少。然后用了可能很多都是冷冻的，当然不是说冷冻不好，只是说我们的诉求是说，就是说要活要新鲜。除了新鲜海鲜食材，店内的 A5 和牛在铁盘上煎到焦脆，火烧和牛搭配番茄蜜饯送进嘴里，入口即化。在基隆属于比较中高档的一个食材啊，也是非常新鲜。听说的是澎湖的明虾，还有一些在康邦店每天的一些新鲜渔获。那包括它的肉质呢，不管是海产也好，或者是说在猪肉部分以及羊肉，都是非常的顶级。那厨师后来了解一下，是从金华酒店那边移驾过来的那也是让我们基隆是一个另好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是我们的南威包，它做的是香槟白酒酱。看准基隆海鲜食材的优势，加上临近基隆港邮轮旅客商机，业者砸下重金，选在基隆港旁开店，标榜顶级海鲜食材，抢攻中高价位铁板烧市场。食材都非常的新鲜，每一道都像一个艺术品一样。而请那个专业的主厨来这边，我想基隆可以拥有一间有台北水准，然后价格亲民的一个好实在的一个地方。我想欢迎大家可以来武村，来我们中山区。来我们港边走走，我想我们港边现在有这个国门广场，走过来这边只有2分钟的距离，你吃着铁板烧，还可以看着邮轮，这是一个非常绝美的一个景色。我们是希望游客能够直接在我们基隆地区享用到平价但是高品质的海鲜，所以我们希望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采取预约的制度，因为我们的海鲜都是活体的，我们希望让客人有感受到跟台北一样的品质，但是在基隆是很新鲜的海鲜。母亲节将至，所以本餐厅特别提供了干贝、鲍鱼跟明虾，我们推出了一个心肝宝贝的方案。想吃中高价位的铁板烧，不用再跑到台北来基隆港边，就可以品尝到业者寄出了新鲜顶级食材，要让老饕吃得精致，也吃得饱。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中风以后开始吞咽困难的情形，在急性中风病人中发生率大约4%。但如果早期经过吞咽训练，可以减少1/4的吞咽困难，以及减少80%以上吸入性肺炎的发生。因此，奇美医院自从去年11月成立食乐小组，协助吞咽困难的病人评估以及进食的训练，希望帮助中风的病人重回原本的饮食。奇美医院神经内科医师谢孟昌表示，脑中风以后吞咽困难，是因为脑部受损，影响控制吞咽所牵涉肌肉的脑部区域，造成对吞咽机制、神经控制能力的损害，因此容易呛咳。平时影响服药治疗与营养摄取，严重者容易引发吸入性肺炎。因此，透过早期吞咽训练与饮食质地的调整，可以改善病人吞咽困难的问题。第一个，我们会先请病人看他的状况，看他意识有没有清楚，能不能配合这个动作。那如果都可以配合，我们进到下个阶段，让他喝少量的水。我们可以让他试着吞口水，或是喝3cc 到5cc 的水，去看少量的水会不会有呛咳。那如果通过之后，我们再给他喝更多的水，50到100cc 的水分，看正常的饮水会不会呛咳。那这是第一阶段吞水的测试。那通常在吞水测试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病人他其实不适合做大量的饮水，或者说他水分需要质地调整。需要加上一些增稠剂，让它变得比较粘稠。那接下来就是下一步，就是在我们后面测试，就我们测试食物的吞咽方式。那一般标准吞咽的部分的话，也许我们可以用内视镜去看病人吞下去食物到底有没有都进到我们的食道里面去。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简单的餐食，像我们医院这边就是我们请营养科帮我们备就是不同浓稠度的餐食，让病人直接去试吃看看。当然这个部分需要病人他有足够吞咽能力才可以测试。那如果说病人测试的话，我们这样有些居家病人他们是可以经口进食，偶尔他家属跟我们回报说他会咳嗽会呛到，我们就用这个食物去帮他做测试。奇美医院自2023年11月成立食乐小组，针对吞咽障碍的病人妥善评估与饮食训练，不管是住院或门诊病人，甚至社区居家长辈照护病人，提供完善的治疗计划，希望帮助病人早日恢复自理的能力。记者李明根台南报道。中嘉宽屏新视播办理的媒体识读暨亲子沟通讲座活动，参与民众可以了解到平时与子女沟通时的难点以及有效的沟通技巧，也现场游玩中嘉宽屏自制的媒体识读游戏，学习辨识讯息的真伪。中嘉宽屏新视播19号在永和区公所办理的讲座活动，本次找来专业亲子沟通讲师分析亲子对话情境，在沟通上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现场也教导民众如何与子女沟通。随后让民众透过扫描条码进入中嘉宽屏自制的“你搞懂了没”媒体识读小游戏，透过简单的问答方式，让民众理解有关于媒体伦理以及辨别假讯息的真伪。今天参加了中嘉宽屏媒体识读讲座以后啊，然后我们知道，就让我们更知道说，遇到有些诈骗的电话，我们应该要去求证，然后不然的话，常常有时会听到一些诈骗集团，然后然后没有去查证以后，就会被诈骗，然后可能就会减少了一些钱财的损失。今天听到那个中嘉宽屏，然后媒体识读讲座的宣导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是假设有收到诈骗的讯息，可以先打165的那个诈骗那个求证专线，然后就是或者是求证一些可靠的消息来源或是公家单位。今天很开心参加一个亲子讲座是中嘉集团举办的啊，那有做了一个游戏啊，那有特别提到一个陌生的讯息要查证，这个我有在做了
我觉得这个提醒很好。中嘉宽屏新视播经理徐巧妮表示，当日在永和区公所举办的讲座活动，来访的爸爸妈妈们在现场游玩小游戏后，回家可以和子女们一起分享，利用游戏作为学习媒介，一同学习媒体识读的概念。因此，当日讲座与亲子沟通做结合，促进家长们与子女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彼此理解。我们中嘉宽屏新视播今天来到永和区公所，那我们就是参与这样子一场那个亲职教育讲座。那我觉得今天很特别，就是因为亲子教育讲座，它讲的当然是亲子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希望透过参与这样的一个讲座，那当然跟我们的媒体识读连结，因为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我们也把这样子的一个网站的游戏跟这个连结在一起。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所有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这个先来玩一次所谓的你搞懂了没有？这是中嘉所推出的一个网站媒体的游戏，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游戏，让个媒体识读的一个概念带回家，跟孩子们一起来互动玩这样的游戏。我希望这两个可以一起来结合，这也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目的。中嘉宽屏自制的小游戏，简单上手，老少皆宜。在当日讲座结束后，民众可以回家与家人分享，学习相关的概念，透过游戏的方式增加观念宣导的效益，也成为家长与子女之间的互动桥梁。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凡飞，我们下次再会。